大家好，我係 Rita。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用 UiPath 整嘅 demo workflow，係用嚟自動化報銷流程嘅。簡單介紹下，UiPath 係企業常用嘅 RPA 工具，而家咧已經升級到 Agentic Automation。呢個 workflow 會用到3個核心技術，包括係 RPA、Document Understanding 同埋 Action Center。下面咧會逐一介紹噶啦。平時公司同事交收據去 cam 錢。Finance team 嘅同事就要逐張人手對，再打入 Excel， 又慢又容易出錯。呢個方案咧就可以自動化晒整個流程。第一步好簡單，同事用手機影張 receipt 就可以啦。呢度咧我準備咗4張唔同嘅收據啦，雖然大部分都係餐飲啦，咁但係其實文具啊、車費等等咧，一般公司常用嘅 cam 錢類型，呢度都可以處理到嘅。跟住咧就可以 run 個 workflow 啦。UiPath RPA 係一個機械人流程自動化平台，係可以模擬到人手操作電腦。咁 RPA 咧呢度就會自動讀取 receipt 嘅圖片啦，然後就交俾 Document Understanding DU 去處理啦。DU Document Understanding 即其實係一個智能文件處理嘅模組嚟嘅，佢會用到 OCR 同埋 Machine Learning 去讀取 semi-structure 甚至係 non-structure 嘅文件嘅。DU 嘅 OCR 咧，首先會將圖片轉成文字，再用預先訓練好嘅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定位同埋提取一啲關鍵嘅欄位，例如係日期啊、項目描述啊、金額。本身 DU 已經預先設置咗好多 model， 當然你咧都可以再去 customize。例如呢個 model 咧係專為收據類嘅文件而設，揀好咧就用得噶啦，準確率咧非常之高。睇下呢個 output Excel。DU 已經將一啲非結構化嘅圖片變成結構化嘅數據，每張 receipt 嘅資料咧都已經排好晒，直接拎去用就得啦。相比於人手打字，特別當你每日要處理大量呢種收據嘅話咧，呢種方法就快好多啦，而且幾乎咧係去除晒所有人為會犯嘅錯誤。但係有時候咧，當金額超過咗某個門檻啦，又或者 finance 同事想 double check， 咁點算呢？呢度咧就可以用到 Action Center 嚟做 real time validation 啦。Action Center 本身係一個人機協作平台，當系統需要人手確認咧，佢就會實時派發任務。RPA 會自動 create 一個 human task send 俾指定嘅 approver， 唔單止可以對到唔同嘅數目，仲可以進行到實時修正，可以喺 web 嘅界面啦，又或者手機界面度 approve 或者 reject， 亦都可以附帶埋原因嘅。所有決定咧都會記錄喺一個 audit log 入邊，咁所以就會滿足到 compliance 嘅需要啦。成個驗證嘅流程就係咁，完全自動化搞掂。呢個 workflow demo 咗 intelligent automation 嘅完整過程啦，由 mobile capture、data extraction 到 human in the loop 嘅人機驗證。咁後續如果再需要入到唔同 ERP 系統咧，佢都可以自己設置嘅。咁所以可以話係一個由收據到報銷入帳，真正一條龍自動化晒。如果大家有咩自動化嘅流程想我講解咧，歡迎下面留言話我知啊。多謝收睇，下次再見。